新闻，甲咱乡亲来讨论买厝的问题。唔知咱乡亲若要买厝，会买透天，还是买大楼？内政部统计，去年核发的这个全台核发21层以上的使用建物，这使用主角呢，只有268栋。统计以来，这是算第2悬的成绩。有专家来分析讲，可能是因为建筑法规是愈来愈齐全，加上呢高楼层的建物真有价，或者建商才会想要起。 在我背后这一栋就是全台北市最高的住宅建筑，楼层高达38楼。而像是这样超过21层楼高的高楼层建筑，近期也成为越来越多买房客的心头好。根据内政部统计，21层楼以上的高楼建物合法的使用指标数量，在2016年要我300栋是上济，到2018年之前，拢还阁维持在200栋以上。2019年后，数量开始变少，直到去年合法数量268栋，史上第2济，又阁一摆定回到200栋贷款。高楼层的建物呢，其实都是区域的房市指标，那房价也相对较高一些，所以也让这个建商更乐于来建设。对住户而言呢，高楼层建物可以提供较高的景观。 那本身呢，如果住进房市指标的社区呢，也是对自己的地位有些凸显。专家讲，建筑法规愈完善，互建商愿意阁继续起高楼，不哩阁卖叫是这高楼大部分拢起伫咧房价大起的台北市。来看去年新北市就核发63栋，超过21层楼高的建筑不死角，台中市51栋是第2济，但你注意是台南市有40栋，创下统计以来上济数字。 居住习惯的改变啊，现在的年轻人呢，其实比较喜欢住在这个有社区管理或是有电梯大楼的这种大楼的社区之中。如果要住到透天厝的话，总价负担相对较重一些。 只是想要合厝，恐惊无这么简单。不动产机构统计，以台北市为例，10年前30到40岁买厝的族群占32%上济，不过到2023年，却变做40到50岁人较高买厝。看出口会靠这条买厝，麻烦说是因为厝价收贵，他的薪水嘛无明显变收济因摊，才互买厝将做少年世代，想要完成却无一定会当实现的心愿。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